今天又要带大家出门啦！好了，我今天的口罩跟我的衣服同一个色系，今天走绿色系，那我们就出门喽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目的地，这个地方就是我平常最一开始在这里画作的地方，作画的地方。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跟之前那个地方比较不一样的是，它是自由创作，就是它没有老师会指导你，没有老师可以问，它就是自由发挥。然后我之前很喜欢来这里，就是因为就是大家都很认真在画画，然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。然后是亚克力，今天的材料是亚克力，上一次出外景是那个油画，所以这里是我很熟悉的地方。然后我已经穿好围裙了，我们今天就要开始来作画。我们今天要画的是一首黄以玲的歌，叫做《我的金杯》。那对我来讲，其实难度非常高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来画画喽。这里的水是免费的，可以喝到饱，但以我的水量，我应该要2壶。然后它还有那个餐点蛋糕，就是还有卖啤酒。然后它的餐点也都很好吃，我之前都会在这边边画画边吃，然后吃好几餐，从中餐吃到晚餐。那就先来杯水，然后再去准备颜料，今天要画的颜料。好了，准备好我今天的颜料了。我今天呢，用了一个非常快速的打底方式，就是全部都用刮刀，然后来上色。也没有啦，就是下面是用刮刀的方式全部填满，然后上面的话是用那个这支超大的排笔，这个我家都没有这么大的排笔，所以刷上去很方便。然后今天就是主要是做2个颜色的主色系，所以看得出来是一种，这是什么 Tiffany 绿，然后跟着咖啡色，然后今天应该是会蛮快完成的，但是会有很多细节，对，等一下做完就会让大家知道整幅画呈现的方式。然后我现在的白衬衫还算是蛮安全的，还算是安全，还是白的，希望等一下也还会是白的。我们继续画咯，然后刚刚有帮我送上一杯热腾腾的黑咖啡，就不用再去买了耶。这个颜色是我很少尝试的颜色，然后也想很久。好了，弄完就要戴起口罩，继续画画。我刚刚发现他们有一个很漂亮的颜色，就跟我口罩一样漂亮，就是灰绿色。可是它上去的感觉好像没有那么好，就是有点像灰色，可是它单看的颜色很好看。然后现在要稍微慢慢的画给大家看。再去沾一点颜料。这个橘色就是点缀，因为它是很亮的颜色，橘色配黑色是一个很高级的颜色。因为我觉得它就是很古典，你懂吗？古典，听得到吗？古典的颜色。
那就是下面的部分就稍微点缀一下，然后上面我就是有点看不顺眼，想要把它再涂掉。那我们就继续画。好了，我把它涂掉了。好，现在我要换一个地方来画一个最中间的重点。现在要用这个是他们店才有的这种小小的瓶，挤压瓶，然后它出来就会是细细的线条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在上面挥洒，但是怕失手，所以先试试看。这个难指，他帮我通一下那个尖尖的地方。哦，可以了，很短杠。好的，那现在就要在上面作画，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。坏掉就坏掉咯。怎么又卡住了？怎么又卡住？傻眼。哦，白色很流畅，我们先画白色好了。下一个颜色，这超大瓶，很像沙拉。这出来会不会很短杠？哦，非常的短杠，很像那个美乃滋哎。哦，这个，我的黑色还挤不出来，趁它还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，赶快。黑色真的是非常失败，但这样就好，我修一下。好了，我的线条稍微修顺一点。好的，我刚本来要去拿那个，就是我之前拍影片有跟大家介绍的那个用喷的，然后想要把一些线条的地方吹一个爆破的感觉，爆破的感觉，但是这边没有，所以我就拿了吸管，我现在要人工呼吸，好紧张哦，第一次人工呼吸，帮我的话人工呼吸，好的，该不会倒吧？好，现在大的线条都上好了，但是我还是需要一些小的线条。那我要再去拿别的工具来。小支的笔真的超级小支的，所以这个钢本要偷懒，但还是不能偷懒。不要浪费刚刚试喷的颜料，我们就上一下哦。好的，今天就是非常快速的已经画完了，然后等它干，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，因为它上面的那个线条最后用挤的那个地方，就是它是立体的，然后很难干，所以等它干等了1个小时，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又待了1个小时。好，那今天这一幅就是我心目中那一首无字的情批的画作，然后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会画这样子。第一个想法是这2个颜色，绿色跟咖啡色是我没有尝试过的撞色，然后我也没有在一幅画里面呈现过2个这样很大的主色系，然后我主要是中间这些草写很像草写英文，又很像是玩线条的感觉，去呈现它最中间的主视觉。
然后还好有一些线条是顺畅的，有成功。然后在一些细节的地方，我也想要呈现出那种用颜料去呈现若有似无的文字感，就是一些线条跟这个是用海绵比较粗的海绵去拍出来的，然后还有这些小小的细节，然后最重要的是这边有一个也是很像乱写的，就是导戏嘛，反正它就是一个很像字又很不像字的一个小小的细节的地方，然后整幅画呈现出它就是有点像有文字，又有点像没有文字的若有似无的精推，因为我不想要很死的，就是画一张信纸，然后上面写上一些字，所以我就想说用这样线条的方式，有大的线条，有小的细节，然后跟我想要尝试的两个配色。那今天这一幅叫做《玻璃的金推》，是黄义玲的歌曲。那今天在外面就不方便唱给大家听，可以期待一下下周的 cover 歌曲上架喽。刚刚在等它干的时候，大概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，然后我又自己加购了一个小的画布，用了我很快速的时间画了一幅很应景的画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还没有很干，当然，圣诞老公公，圣诞老人很可爱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！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，拜拜。